將臨期靈修默想資料係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培訓部提供，日期2025年12月3日，第4天，主題醒悟，題目醒覺自己對上帝作為的不對勁。經文詩篇73篇18至20節。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，使他們丟在沉淪之中。他們轉眼之間成了何等的荒涼！他們被驚恐滅盡了。人睡醒了，怎樣看夢？主啊，你醒了，也必照樣輕看他們的影像。讀神學到咗第3、第4年，偶爾會見到一啲申請讀神學嘅面試者，從開門招呼佢哋入嚟，跟住帶佢哋去面見師長，最後送佢哋離開校園，跟住就會同其他同學評論，到底呢啲人會唔會申請成功呢？評論嘅依據不外乎睇下佢外表，佢着咩衫，佢哋嘅談吐等等。因為生命嘅操練同埋蒙召見證，嗰啲面試嘅人只係會留返同師長分享。到咗開學日啦，終於見到新同學，喺嗰時先發現自己對上帝嘅作為毫不認識。嗰啲被我哋評頭品足嘅人，卻係上帝所揀選嘅僕人啊！詩人對上帝嘅作為嘅認識有咗徹底嘅改變。詩人承認一件嘅事啊，佢話：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，使他們掉在沉淪之中。其中用咗實在嚟到表明呢個認知嘅轉變，而詩人能夠有呢個改變，接連上文就係：等我進了上帝的聖所，思想他們的結局。詩人來到上帝嘅面前，一切嘅事情就睇清楚。上帝將佢哋安在滑地，上帝使佢哋掉在沉淪之中，上帝使佢哋被驚恐滅絕，上帝輕看他們的影像。或者就好似我哋中國人所講嘅，唔係唔報，而係時辰未到啫。詩人見到嘅即係事情嘅表面，上帝呢個時間唔出手，並唔等於上帝唔出手。上帝幾時有佢自己嘅作為？上帝用乜嘢方式嚟到演繹佢嘅作為？上帝係唔需要詢問同埋知會我哋嘅，故此呢，我哋都唔好妄評上帝，咁樣會誤會咗上帝。我哋只係會將自己陷入喺險地之中。進入上帝嘅聖所，嘗試透過聖經嘅教導，去用上帝嘅眼光去睇事情，我哋就唔容易論斷上帝嘅作為，亦都唔容易使到信仰與現實嘅情況產生矛盾，令到自己多咗掙扎同埋不安。我哋對上帝嘅作為認識唔夠深入，亦會用自己一套嘅思考方式硬放喺上帝嘅身上，
以致造成靈性嘅危機。當進入上帝嘅聖所，受到上帝光照之後，先發現自己係愚昧無知。呢個時候為咗自己幼稚嘅心思，內心痛悔不已。我哋嘅上帝並唔受住我哋狹小嘅腦袋所限制，佢嘅作為係奇哉妙哉。默想，我哋好鍾意論斷好多事情，以為呢啲事情呢就應該按照我哋嘅劇本發展落去。其實呢個係我哋嘅無知。上帝嘅行事作為係唔需要徵得我哋同意嘅。祈禱，慈愛嘅天父，求你寬恕我自高自大嘅心，學習聖經所講嘅重大和測不透的事，我唔敢妄評。求你讓我常常進入你嘅聖所，等候你嘅啟迪。阿門。